台灣連續2日出現有感地震。今日朝早，台灣宜蘭縣發生弱視規模5.8地震，震源深度達72.4公里，最大震度4級。另外，尋晚11點幾，台灣東部海底都震咗下，軔視規模5.9，地震深度為15.3公里，最大震度3級。點解台灣咁多地震？因為佢坐落喺菲律賓海板塊同歐亞板塊嘅交界，令到啲板塊撞來撞去。截至2024年12月，台灣已有35次規模5.5以上地震，係14年來最多。專家話，地震咁頻密，能量可能仲喺度積累緊，隨時有大震。台灣朋友要小心，香港咁近，可能都要準備下，隨身放粒哨子手電筒，以防萬一。